31寸、29寸的一个系列的4机，出口发到俄罗斯。再看一下整机运转的视频。这个是按钮的，不是触摸屏的。机器的一个压片的一个情况。这是左边的，然后这个是塞片机，塞片机塞好以后，这个是出来的药片，比较漂亮然后这个是右边的，它双出的，也可以做成单出根据客户需求来。药片压的也是很漂亮粉尘没有粉尘，这里面一点粉尘都没有。这个是吸尘器。